帶住10個人嘅旅行，住得好唔好？酒店嘅地點、舒適度、設施、早餐都直接決定咗全家人旅行嘅心情。今日就開箱我心目中廣州酒店嘅天花板——柏悅酒店啦。如果你同我哋一樣都中意周圍去旅行，記住要讚好、留言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仲要撳埋個鐘仔，同我哋一齊出發啦！廣州柏悅酒店 Park Hyatt 係海悅集團旗下嘅5星奢華級酒店，酒店就有啲歷史噶啦。2015年開業，但我覺得佢保養都幾新淨。酒店嘅室內設計係由日本著名設計公司 Super Potato 所操刀，結合咗嶺南文化同現代美學。咁搵嚟日本著名嘅雕刻家川裕正，以再生木材打造以龍為題嘅雕刻裝置。一入地下大堂見到嘅就係龍穴，牆上面長長好似有一塊塊魚鱗嘅就係龍啦。上到嚟65樓，酒店大堂中間呢粒係龍珠，而咖啡廳上方嘅原來係龍巢嚟噶。酒店採用咗好多落地大玻璃，採光度充足，而且處處都睇到廣州塔啊！淨係呢個位，長輩喺度打卡都打唔停啊！呢間酒店嘅位置真係超級優越噶，位於廣州市嘅核心地段，連接住天河區嘅珠江新城站，被多個高級大型商場包圍，附近亦有多個地標建築，而鄰近嘅花城廣場更加係觀賞廣州塔嘅最佳位置。夜晚如果想去珠江夜遊，亦都係步行可達嘅距離。今次我哋8大2小，一共訂咗4間房，3間嘅大床房同1間雙床房，面積同價錢都係一樣嘅。而家就一齊嚟睇下我哋間房。我哋今次訂嘅係酒店最基本房型城景客房，但係都有成52平方米大啦。你睇間房幾闊落，空間感十足。床係有1.82米闊嘅 king size 床，不過我覺得佢哋個枕頭太軟啦。兩邊床頭有燈掣、3腳插頭同 USB-A 嘅插頭。由於酒店都有啲歷史啦，就冇最新式嘅 USB-C 插頭。而對住張床嘅位置咧，有個60寸嘅大電視，我證實得到咧，佢係可以收睇到 TVB 嘅。窗邊都有張好舒服嘅桌椅，可以欣賞下窗外嘅景色。而喺另一邊有個好精緻嘅櫃，打開係一個 mini bar 嚟噶，入邊有熱水煲、咖啡機、免費樽裝水、茶具、唔同用途嘅杯、免費咖啡膠囊、茶包，櫃桶有收費嘅零食，而雪櫃入邊呢亦都有收費嘅飲品。嚟到洗手間嘅部分，book呢間酒店都係因為佢有個浴缸咋，因為小朋友中意浸浴啊嘛。如果唔想清潔浴缸呢，可以問酒店攞呢個免費嘅一次性浴缸套噶。身為奢華5星酒店，起碼要有個雙面盤啦。呢度都擺放咗2支免費嘅樽裝水，仲有番梘。打開呢個寶盒，入邊已經有齊牙膏、牙刷、梳、剃鬚用品、潤膚露等等。如果仲有其他需要，可以向酒店職員查詢。由於我哋今次同行有小朋友，酒店都好細心安排咗兒童嘅護理用品俾我哋。佢哋呢度提供嘅風筒都幾有型喎。淋浴間有雨淋式花灑頭，亦有手持花灑頭，但係就少咗張座椅咯。酒店提供嘅係呢隻美國高端香薰品牌 Le Labo 佛手柑系列嘅沐浴用品。去到呢個級數嘅酒店，當然要有個衣帽間啦。入邊有好多個衣架、浴袍、燙斗、燙衫板，仲有保險箱、洗衣服務、鞋具同拖鞋。而廁所另有一個獨立嘅空間，當然亦係智能馬桶啦。個人覺得佢哋嘅冷氣咧都好夠涼，亦都好靜，亦有為我哋送上一個免費嘅生果盤。老實講，呢間咁優質嘅酒店價錢一啲都唔平噶。喺我用開嘅旅遊平台睇到，最基本房型年稅大概都要1800蚊一晚，實際嘅價錢就視乎日子、房型同埋購買嘅服務啦。而我今次 book 咧，連埋早餐嘅價錢，每間房大概2140蚊一晚。住咁靚嘅酒店，梗係要享受一下佢嘅設施啦。
酒店嘅設施主要位於63樓，咁就要去前台登記咗先嘅。呢度有個24小時開放嘅健身室，有齊鍛煉心肺嘅跑步機、單車機、肌肉訓練嘅儀器、唔同重量嘅啞鈴，其他運動練習嘅用品都有齊。如果想去游泳池，就要上去呢條樓梯。呢個係一個有25米長嘅室內恆溫泳池。呢度嘅水溫 keep 住喺26至28度，不過對我嚟講，我就覺得有啲凍。呢個泳池最主要嘅賣點，梗係見到廣州塔啦。如果想游水呢，就要好似 Mr. 蕭咁戴定個泳帽啦。佢呢度仲有個暖水按摩池，真係溫泉水咁暖㗎。游完水又凍又攰，落嚟呢個池浸下又真係好開心㗎。跟住再喺梳化度攤下，望下廣州嘅高空靚景，真係好超啊！享受完酒店嘅設施，等係要嘆埋佢哋嘅早餐啦。呢度嘅早餐係半自助形式。咁自助嘅食物咧都有好多嘅選擇，通常我第一樣去夾嘅咧就係呢啲烘焙麵包酥餅，佢呢度嘅選擇咧都算幾多，味道咧都唔錯噶。好欣賞佢哋呢個整塊封版嘅蜂蜜，感覺好新鮮。小朋友就最中意食呢啲穀物早餐、乾果、乳酪。連奶嘅選擇都有4、5款，仲好細心提供低糖嘅益力多。中意清怡啲，可以食一啲沙律或者薄切凍肉。佢哋嘅中式熱盤整得好出色，好啱我口味。佢哋揀選嘅煙肉同腸仔都好肥美喎。亦有中式嘅蒸點心，選擇都幾多㗎。清清地可以食碗熱粥，生果同果汁都非常新鮮。除咗自助之外呢，亦都可以打開呢本 menu， 選擇入邊單點嘅菜式。咁我哋呢2日就點過呢個 egg royal 啦，味道都唔錯嘅。仲有水波蛋、pancake。圈圈就最中意呢個紅豆酥啦，大部分都好好食，係雲吞麵呢個麵底就比較腍啲。我覺得佢哋嘅早餐都好值得加錢食嘅，大人細路都食得好開心。最緊要係12歲以下小朋友有大人陪同係免費噶。我個人就覺得佢哋啲早餐都唔錯。除咗食早餐嘅月軒，酒店都有好幾間知名嘅餐廳噶。而酒店68樓嘅粵菜餐廳粵景軒更加係米芝蓮入選餐廳同埋黑珍珠一串餐廳嚟㗎。不過廣州出色嘅粵菜餐廳實在太多，所以我哋今次就冇安排到呢一間。其中一晚，我哋打算去到酒店最高層70樓呢間好出名嘅粵巴朝聖。呢間酒吧嘅露天位置可以高空睇到廣州塔同珠江河嘅夜景，但係呢間酒吧真係太受歡迎啦，full house，所以我哋只可以打個卡影個相呢就走咯。對於今次入住廣州柏悅酒店，無論係地點、服務、觀景、設計定食物，我都幾滿意。雖然房價係偏高，但係對於追求質素同方便嘅朋友，呢度真係首選嚟㗎。如果大家覺得影片幫到你計劃下一次廣州之旅，記得要讚好、留言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仲要撳埋個鐘仔，一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㗎啦。